百姓中的大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带礼物来入伊的院，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全地伫伊的面前摇摇喘。这是请咱起立做伙来念圣诗68首，万美光明及美丽。请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互阮有福分，成做属天国度的百姓。伫神的安息日，虽然天气有较热，感谢你的保守，阮平安来到圣殿，做伙来做礼拜。这件事通讲是阮一生中上大的祝福，愿你的灵临在，透过四牧师开拓圣经中的真理，互你的话语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那了后，阮一世人拢要活伫主的光明中。诗篇139篇16节有记载讲。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目睭已经看见；所定定的日，也未有一日，拢记伫你的册。以赛亚40章34节记载讲：恁对出世，就互我爱恁；对出胎，就互我归抱。到恁年老。我犹原是安尼，到恁头毛白，我犹原归抱恁。我已经做恁，也要爱恁；我要归抱恁，也要救恁。感谢天父上帝，将这个无通比的恩典，甲应允白白赏赐。阮卑微的受造物，互阮成一世人的，成做阮一世人的仰望甲倚靠。慈悲的天父，感谢你怜悯人的软弱的罪性。当阮生活中有意或者无意犯罪得罪你的时，你无对阮黄你的面。反倒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宝血救赎，来诚心认罪悔改的人，要得到你赦罪恩典，隔离罪试探，免得互罪捆绑伫罪中来沉沦灭亡。阮感谢阿罗尼，阮要尽心尽性尽意来。服侍你，对身体来大声向你来呼求，永远你是阮的天父，永远不变，你听阮。永远阮是你的儿女，
永远不变。阮感谢你的疼痛，恳求圣神亲像钱仔，平安降落伫阮逐人的心中，监察阮，在阮的心思试验阮，在阮的意思，看阮有啥物歹所行无，带阮行永远的道路。当阮今仔日来圣殿敬拜结束，阮逐人拢要用清气谦卑的心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转去阮逐人所属的职场，为主来活，为主发光，互周围的人看起阮的好所行，带领因归入神的国度，一同来享受新生命、新生活，甲上天丰盛的恩典，归荣光天父上帝。顶面人的主，阮嘛要为着昨日28仙乐园纷争所引起的爆炸，有几啊百人受烫伤、受火烧着。阮知烫伤对阮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痛。求主你施了怜悯，伫即个几啊百人的中间，互因会当紧紧来得到好的医疗照顾，减轻因的身体的痛痛，互因伫真紧的时间拢会当来恢复因的身体的健康。阮为即个事来献上祈求，求天父上帝怜悯赐福伫因的身上。天父上帝，阮也要为即个世代，伫即个世界的逐搭落所引起的这恐怖的攻击、北非的突尼西亚的度假的一个所在，甲中东的科威特，甚至法国，拢有即个恐怖的屠杀的代志来发生，互阮感觉真惊吓。阮伫即个徛起的台湾，犹原也发生即款的恐怖杀人的事件，真是无平安的世代。阮恳求上帝怜悯阮世间人的愚妄，互阮会当活倒转来归向你，过着你爱阮行公义、好怜悯的即款的道路，来跑走头前的路站。阮的祈祷无完全，只是阮要用主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即成，如天亲像伫天。阮的日息，你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脱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这时，咱要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记载伫启应文19篇圣诗后壁29页，诗篇95篇。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
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就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来听伊的声，即时请咱搁起来吟圣诗202首，从世界归主耶稣，请咱起立做伙来吟。请坐。煞只圣官弟要来献诗，福音正声在大坛。Amen.
这时，咱要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有3大所在吼。第一位伫马太福音5章14节到16节，中文译本7页，台语汉译本第4页。第14节，恁是世间的光。城起伫山顶，袂会隐密；无人点灯，下伫斗下，就是下伫灯台顶，就变照厝内的人。安尼，恁的光就照着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来归荣光，互恁伫天的爸。第二位的圣经节，马太福音9章35节到38节。中文译本16页，台语汉译本11页。35节，耶稣变行遮个城，遮个乡舍，伫因的会堂教示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逐样的症头，逐样的病痛。伊看见遮个众人，就可怜因为因困苦四散，亲像羊无牧者。对安尼，就甲伊的学生讲：通修行的是济，做工的是少，所以恁着求园主逼工去甲伊修行。搁一大圣经则是伫以赛亚书6章8节，中文译本873页，台语汉译本752页。第8节，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治罪啊，治罪要为阮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去行的人。这时，四牧师要来为咱传讲的信息，去为主发光。咱做伙来祈祷，天父疼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伫新的主日，阮早起将家己带到你的面前。主，阮就是要来敬拜你，要将阮的心志搁一摆献互你。主，你家己亲自伫你的圣经中间甲阮讲，耶稣是骗行逐位的主，伊嘛带着你的安慰、你的医治临到伫阮的中间。主，这是阮特别纪念，伫昨暗伫八仙乐园有粉尘泡爆的。遮个受难的、遮个受伤的兄弟姊妹，摆咧伫你的手。主，因为人的疏忽，地到有灾难临到伫人的身躯顶悬。主，阮恳求你，会当怜悯也赦免阮。主，帮助遮个受伤的人，会当得到你的医治。主，特别你来祝福伫遮个照顾遮个受伤的患者、遮兄弟姊妹的医生甲护理人员。主，因昨暗真辛苦。就总是阮恳求你手术高赢的开力，也手术因智慧，会当通过因的帮助，来互遮个受伤的兄弟，因的身躯会痛痛，会当得到提气啊，会当互因紧紧来恢复。就特别都感恳求你，会当互因的心内迄个惊吓为因来提起。祝你守住你的平安伫即个中间。主，阮恳求你来帮助阮。当阮较记耶稣，你就是道遮肉体的上帝的事。主，阮就伫遮特别为着因来祈祷。
求你的心甲因伫地，也帮助阮每一个兄弟，互阮有勇壮的灵魂体，会当有气力，诚做上帝要使用甲祝福人的器具。主啊，伫早起的时，我们通过你的话，求你来教示阮，也来保守阮，主互阮会当诚做主耶稣基督的学生，无论到倒位，阮拢会当为主做水的见证。主求你来祝福阮今仔日的礼拜，互阮讲的甲听的拢得到上帝的帮助甲利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先来看影片。阿母，你今日才会穿遐水？因为可能要来去教会啊。是哦，啊，即摆咧看啥物？我伫看教会明日亮光，无出去讲宣告啊。宣告？这不是宣牧师吗？是啊是啊，伊讲了真好呢。哎，师傅，安尼你看啥？我伫看明日亮光，宣牧师咧讲宣告。我宣告都困难呢，我上班呢。啊，人宣牧师人伊就读新人，伊个心中很古锥，毋走多宣告。咱凊彩人哪法度宣告啦？袂啦，宣告咱来认真去做就会使啊。阿母，我即摆时间袂有，我要先去上班，暗时等下甲你讲。哦，好好。等，咱再来。我拄仔要讲线，大家拢走了去啊。怎么了？你一直看手机？我家里出了一点事。是哦，需要帮忙吗？但现在还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不过我觉得你不要一直看手机，等一下主管看到的话，以为你在聊天呢。也是，但是我真的很担心。真的吗？那我来为你祷告好了。祷告？但我不信教没关系，就只是个祝福而已啊。哦，好，那麻烦你。让我们闭上眼睛，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不知道卢云他的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要来为他家庭来祷告。主啊，求你能够帮助他的家庭度过难关，也祈求你让卢云的心能够平静下来。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吗？对啊，你以后自己也可以用这个方式跟主耶稣祷告呢。可是我不会祷告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教会看看吗？当然好啊，这礼拜你就跟我一起来。好，谢谢，谢谢你。原来在办公室也可以宣教呢。stop！老赵，要上班吼？是啊。嘿，你爱睡去啊？再讲俩，再行啦。我可能去转掉啦。睡去，较早甲你讲什么？我莫来讲，我最近会衰，真啊，咱什么讲？咱来去改药来改药。谢谢你了。好了，朱先生，我已经帮你做基本的上药跟包扎了，但是你还是要去看医生才可以哦。好啦，好，多谢，好，少年，多谢。stop， 好刚才咧，今仔拄着你，无我看后礼拜免走马拉松啦。我早伫想讲走马拉松的人，咱才无睡去，佫会骹骨着。哪会知迄个算马先喙好蕊蕊佫较准，讲我最近有结束。你就明知影算命先喙好蕊蕊，你佫听伊讲。我嘛无想要信啦，问题阮太太讲叫我袂使铁去啊，讲实在我心内足无平安的啊。你若要心内找平安，我甲你介绍。阮教会有一个讲座，迄牧师讲得足好，关于命运的，我叫你来去听好无？安尼真正有解吼？真正真好，我叫你来听。好，什么时阵啊？阴暗7点半。7点半，好。食饭饱，我打电话互你。好，我来叫你。好，咱再做伙来去。好，多谢你。你来睡去哦。好。我来上班。好，你顺行。好，多谢。原来对主义嘛是当做宣告。其实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是宣教师。咱真感谢上帝，互咱教会有真侪人才，无论是编剧还是演出的这兄弟，甲演领的这兄弟，拢是上帝手赐互咱真好的福祉。所以真感谢主，通过这个影片，互咱会当真简单、真明白来了解基督徒生活中的宣告。伫拄则个影片中，咱看见基督徒伫生活中，只要咱有一个愿意、毋惊麻烦的心，
咱着抓牢，勇敢抓牢迄个机会，咱一定会当发挥上帝假日迄个带互别人祝福的一个功能，也会当诚做福音的出口甲器具。通过今仔圣经节，牧师伫遮要来鼓励大家，伫生活中，咱要为主发光，要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光。第一个，咱就是要爱知影，咱是光，毋是要做光。咱是光，毋是要做光。耶稣伫约翰福音第8章12节有讲：我是世界的光，对我的人无伫黑暗中生活，颠倒会有活命的光。光本身就是会当照光黑暗。耶稣是光，伊会当照光咱生命中迄个黑暗甲迄个败坏。光的本质是好，因为以弗所书第5章第9节嘛讲。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甲诚实。所以光的本身是会当带咱引出咱头前的方向，而且会当互咱看清楚头前的路，袂跌倒来跋倒。耶稣就是咱道路的光，也是咱真理的光，阁是咱生命的光。所以耶稣毋单伊是地上的光。伊阁较甲咱讲，耶稣是光，伊讲咱是地上的光。什么是地上的光？就是讲咱会当为主发光。总是咱本身是袂发光，吼，咱本身袂家己自然发光，是爱主先将伊的光照伫咱的身躯顶悬，咱的生命中，咱才会当反映伊的光。这就叫做为主发光。好，亲像月娘共款，月娘本身是袂发光。虽然伫15个时月娘真光，总是迄个光是日头照伫月娘顶悬，伊所反射出来的光。所以有当时月娘若是无光的时，就表示有云还是乌会阻挡伫日头照伫月光顶悬。所以月娘无接受到光的时，伊就无法度发光。所以基督徒会当发光，大先上主要的。大先上主要的，就是爱咱家己的生命会当先接受到主的光。当咱领受主的光了后，就亲像咱信耶稣了后，咱毋是家己制造光，是要互上帝光常常照伫咱。所以咱就爱常常来亲近咱的主，咱就会当为主来发光。好亲像摩西，伊伫山顶40年日，伊落山了后。伊家己真自然发光，伊家己毋知，总是周围一些人拢看见。这就是因为伊伫山顶甲上帝亲近40年日的结果。所以兄姐，这就是为什么咱伫教会常常拢强调，咱来常常亲近上帝。通过每一天，咱会固定的读圣经、祈祷、灵修的生活，咱阁爱读主日，咱爱守主日礼拜。咱嘛爱参与小组，也是团契，迄个教会生活甲聚会。通过这济的方式，互主的光常常照伫咱的生命，来改变咱的心思意念甲行为，咱就会当为主发光做见证。咱为主发光做见证，会当有啥物果效呢？这段圣经讲，咱主耶稣讲，咱就是光。光的功能是啥物？就是会当赶走黑暗，防止黑暗，带来欢喜，而且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诚实、公义，这是每一个人拢真意爱。所以，若是倒位有光，倒位就会带互人真舒适，甲感觉真安全。所以耶稣讲，基督徒就是光。所以倒位有基督徒，倒位就有上帝的祝福。要临到迄个所在，因为基督徒好的行为，会当互人感觉真舒适，而且真意爱，甲真欢喜。而且，咱即个光是要爱自集做伙，发挥更较好的果效。耶稣今仔圣经讲，恁是世间的光，起伫山顶的城，暗藏袂牢。所以，一个城内底有济人口。一点的光会当照光一个人，
若是坐工组织做伙，就当照光规个城市、规个社区。所以咱讲咱是光，是讲咱是迄个组织做伙的光，咱会当发挥更较好的果效，来为主做好的见证。所以牧师伫遮要鼓励咱，若是咱兄弟姊妹中间，咱只是礼拜日早起来做礼拜了后就转去的兄弟，牧师要鼓励咱，咱爱进入到小组也是团契中。通过小组也是团契的生活甲聚会，就是要组织咱会当做伙来发挥作用的时刻。只要咱愿意，每一个人拢去带一个无道友来到小组也是团契，只是毋是你家己一个人在陪伴迄个无道友，是规个小组也是团契会当做伙组织来甲咱做伙陪伴咱所引出的无道友，互咱会当做伙来发挥更较好的果效。第二个就是咱爱有愿意踏出脚步行出去，咱就会当拍开宣教的门，看见新热。各位兄弟，我相信咱真侪人，咱到伫店面啊，有诶店面拢有一个自动门。若是咱想要进入即个店面内底，店内底摕物件还是买物件，咱爱知影门关的时，除非咱往前行一步，迄个自动门才会家己拍开，对无？咱若无爱行出去的时，无爱踏出去的时，可能爱伫外口等足久，有人出来还是要入去的时，咱才有机会入去。所以，亲兄弟，耶稣基督已经为咱做真水传福音的见证，因为耶稣已经踏出去。所以圣经讲，伊是遍行逐个城市，逐个庄头，伊将光来照光别人。所以今仔日咱要来学习耶稣基督，将基督的光伫咱的身躯去照光别人，将福音去传予别人。什么是传福音？什么是传福音？传福音毋是爱咱用神学的理论，或者是用宗教的用语去甲别人来介绍耶稣基督。毋通讲耶稣是道成肉身，有人听无啊？毋是用遮个术语去甲别人介绍耶稣。咱只是要将主耶稣伫咱生活中所做奇妙的恩典讲出来，这就是传福音。就好亲像可能下晡咱的囝要转来啊，不过拄好银行佫敲电话来啊，你有代志要来银行办一个代志，只是咱着欠一个骹手会当甲咱去带囡仔。当咱在烦恼的时，拄好着有人来甲你按门铃。某咪人下晡有代志无？会当做伙来去看一个物件无？我拄好足有闲的，只是你安那，咱着感谢主，因为上帝派骹手来甲咱斗相共。各位，这就是上帝的作为，显明伫咱身躯迄个奇妙的恩典。其实传福音无困难，总是为虾米咱会毋敢行出去别人传福音呢？牧师认为啦有两个特爱啦。第一个就是咱惊别人甲咱拒绝；第二个，咱是惊受到挫折感。咱认为家己对上帝认捌无够，咱嘛感觉家己无认入、无能力、无温数，去往别人来传福音。兄弟，其实惊别人拒绝，甲惊怕受挫折感，这两个特爱，圣经拢有互咱答案。其实别人拒绝咱所传的福音这是真正常的代志。因为真侪时阵，咱别人在传福音的时，毋是咱一个讲，伊就信啊呢。因为保罗伫哥林多前书3章第6节有讲啊，伊讲我亚种阿波罗压水，独是上帝予伊大长。独是啥物人予伊大长？是上帝啊。所以，当对方听了福音，伊要经过一段时间了后，才会相信。耶稣也有说明这个道理呢。伊伫新约有讲一个譬如，对亚种到修行是爱一个时间，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所以，咱在传福音，就是在做亚种的工作。亚种是无法度马上看到这个农作物来成熟，会当收成。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所以即种的等待的拒绝是正常的，咱毋免感觉这是咱的失败。另外，咱传福音的时，有当时无法度看到果效，这毋是咱有运数还是无运数的问题啦，这是上帝伊精选时间的问题，是上帝精选的时间的问题。所以拄则我讲耶稣有讲一个譬如野种的譬如，讲有4种的土地，其实这4种中间有3种拢是无法度互遮的种子来põ圆长大来结实的，只有1种会当。所以咱毋通为着3/4的失败，咱来累积。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嘛有人甲伊拒绝的。伫马太福音11章20节，迄大所在，当耶稣格拉逊、伯赛大这2个城市在传福音的时，因嘛是拒绝耶稣。所以耶稣伊嘛有失败传福音失败的经验，总是耶稣伊无累积，伊反倒欢喜，因为安那？因为伊已经尽伊的气力，做好上帝要交互伊的事工。总是遐个人要接受，袂接受，迄是上帝的时间。所以只要咱会当克服惊别人拒绝，或者是讲受挫折，这2项特爱，咱就应该会当真大胆、真忠心，遍行逐个城市、逐个庄头去传福音。什么是逐个城市、逐个庄头？意思是讲，毋若伫近的所在，也伫远的所在；毋若伫人济的所在，也伫人少的所在。主耶稣伊成长伫拿撒勒即个城市，即个城啦，即个城是一个农村，真爽乡。总是耶稣，伊嘛走去大都市，人来传福音嘛，耶利哥城。伊毋若伫农村传，也伫城市传。为什么？因为人的灵魂，无论伫倒位，拢是非常的宝贵。咱袂当因为要到真远的所在，需要用真侪时间，开真侪钱，所以咱就讲毋通去。只有咱伫近的所在就好啊啦。安尼请问，远的所在灵魂，啥人要去解救？咱嘛袂当讲咱本地拢还袂传了咧，哪会爱去外国，爱去别位啦？兄弟，咱毋知正的农作物成长要收成的时是啥物时阵？当远的所在，正的农作物会当收成的时，若是无工人去甲伊收割，安尼毋就失去机会嘛？咱的教会伫当年的歇热，无论是儿童主日学，还是青少年团契，青少年牧区。咱拢有国内逐个所在的底宣队，甚至咱的教会嘛有真侪新人的兄弟，因放落工作，因参与侪宣教机构的外国的底宣队。所以咱的教会因为看重宣教的重要性，毋若只是讲爱有行动，所以咱伫今年的中集会，3月份的中集会。咱有一个决议，就是当年的6月第4个主日，就是咱今仔日，要定做咱家己教会、相连教会的宣教奉献主日，互咱每一个相连人，咱拢有机会当参与伫上帝国的宣教。无的确，咱无时间去参加底宣队；无的确，咱可能身体体力无够，无法度亲自去参与国内外才会底宣，总是咱犹原会当参与上帝国的宣教，就是咱会当用心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咱也会当用金钱来奉献来支持。所以今年咱的教会，儿童主日学，因要到伫嘉义中会的台南地区有一个东山教会。咱的青少年牧区要到伫客家宣教中会的成峰的所在一个沙基教会，甚至咱的新人部分有会甲机构宣教机构做伙到伫缅甸、日本佮约旦。上主要是咱教会家己伫今年10月，咱家己要组一队，去日本仙台，伊是311大海啸了后，
迄个灾区，咱嘛要组一队短宣工作队去遐来服侍当地的人。所以咱就看到，咱的教会的宣教策略发展小组，就毋茫讲咱有真济底宣队要出去，所以毋茫咱今年有一个奉献的目标，就是50万。会当通过遮个奉献来支持遮个兄弟到逐所在去做宣教，也支持迄个所在的需要。所以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21节讲：因为恁的财宝伫倒位，恁的心就伫遐。所以期待咱所有的兄弟，咱会当踊跃来参与，来参与伫遮个事工的内面，互咱有奉献。咱才有感觉迄个参与感，嘛会才会主动来关心。所以咱的参与安尼做，会互受差派出去的才会参加宣教的兄弟，因有一个搁较济属灵的困难，以及有教养的资源，会当来祝福因要去的迄个所在，互搁较济人来听见福音。请兄弟，咱勇敢为主踏出迄个脚步。宣教的门就会亲像迄个自动门共款，为咱来拍开。耶稣捌对咱讲：恁就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来做我的门徒。咱要诚做一个福音的出口，这是上帝互基督徒的应允，也是命令。所以只要咱愿意踏出去，宣教的门一定会为咱来开。有一个基督徒的姊妹，有一个非常疼伊的翁婿。无论啥物代志，即个翁婿拢顺即个姊妹。总是有一件代志，互即个姊妹感觉真遗憾，就是伊的翁婿还未洗礼，才做基督徒。有一天，即个姊妹伊生日，透早伊的翁婿就准备好、传好遮的早餐啊，搁礼物，搁送到眠床边要互伊的太太用。所以翁婿就对姊妹讲。某啊，生日快乐！我真正是全心全意爱你安尼。等伊讲了，翁婿就看即个某无足欢喜呢，心内有脸上面有淡薄一丝丝的哀愁。即翁婿就感觉奇怪，某你是有心事是无？这姊妹就讲对啦，你对我好啦，我拢了解，我嘛知影。不过我知影我一生真正足幸福。不过若是你会当洗礼才做基督徒，我想我即生拢完全心满意足，无啥物遗憾啦。这翁婿听了后，就停一下，然后对伊的太太讲：“某啊，你想看觅，若是你将做礼拜的时间提调，若是你将早起来。”暗时要困进前，搁食3顿进前迄个祈祷拢提调。请问你的生活甲我的生活有啥物无共？好亲像唐先生要一件一件来讲的是，这姊妹马上目屎就连落来，马上对翁婿讲，伊翁婿马上讲：“哎哟，是的某，哎哟，你生日我来透早就互你安尼无欢喜，足是的。”这个姊妹马上讲：“毋是啦。”我毋是因为你讲我才得哭，我才得艰苦心。我艰苦是因为你安尼讲，互我真正发觉，我的生活真正无一个好的见证，互你看见我的改变。莫怪你无愿意受洗礼。煞接的日子，即个姊妹伊就开始真努力，伫生活中活出无同的款式。果然过半年，伊的翁婿非常感动，主动洗礼才做基督徒。请兄弟，信仰要伫生活中活出咱的改变，互别人伫咱的身躯顶端看见耶稣基督的款式。咱的信仰也爱伫教会外面，互人会当感受到基督教信仰迄个正面的困难，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其实咱的上帝，伊是大权能的上帝，伊只要一个命令，一个念头，所有的人拢会当真做基督徒。总是上帝，伊无爱安尼做，伊毋茫使用咱每一个人，就好亲像圣奥古斯丁有讲过即句话，伊讲无有上帝，
咱袂话啊，咱啥物拢无法度做。总是若无咱的上帝伊毋甘愿啊，伊毋甘愿，咱无法度参与伫伊的荣光甲伊的欢喜的中间。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今仔日圣经则讲：我通找啥人，啥人要为阮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即句话毋若是上帝要对以赛亚讲的一句话，相信也是上帝要对咱在座的每一个兄弟所讲的一句话，讲我通找是啥人。上帝伊咧超找迄个通找派的人。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阁对因讲：愿恁平安，亲像天父有差派我，我嘛要差派恁。兄弟，天父上帝差派耶稣，同款天父上帝通过耶稣也差派你甲我。一个教会存在的目的，毋是要互咱的礼拜堂将别个教会人诱来遮坐满满，毋是，这毋是教会设立的目的。教会设立的目的是爱咱出去。去传扬、去广阔上帝的国度，将毋认捌上帝的人带到每一间的教会，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所以上帝的国度爱不断，互咱去传扬、去广阔。有一个真重要的关键，毋若只是伫牧师、牧者、传道人的身上，这是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上帝囝儿的身上。前大学神学院的院长刘富利牧师伊捌讲过，教会成长的方法之一，教会成长的方法之一，毋是羊仔才会生羊仔，毋是牧者生羊仔，是羊仔才会生羊仔，羊仔囝，毋是牧者生羊仔。所以伊继续解说，伊讲教会牧师就亲像是牧者。伊真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带领羊群行伫上帝旨意甲计划中，用行动伫适当的时，要来安慰、造就、鼓励、劝勉这羊群，免得咧羊群行失迷，行到危险的所在。教会信徒就好亲像羊仔，伊所要做的上重要的工作是啥物？就是要通过每一个生命的改变。互别人看出咱好的改变来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咱真努力伫生活中用家己的改变来吸引带人来认捌主耶稣。所以当上帝的国度要来传扬广阔的时，咱若是将咱的期待放伫将来咱的教会会有一个更较好、更较赞的主任牧师，毋若咱将焦点转向咱每一个人家己，是上帝要安怎来使用咱，互家己的互咱相连教会来得到祝福。咱当甲主讲，上帝啊，你要安怎使用我，互上帝国的福音，互更较侪人来听见。咱要为着咱家己祈祷，互上帝使用咱，诚做迄个福音的出口甲通路。当咱若有即款的看见甲领受，咱受差遣出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名。当咱要出去传福音的时，上帝会先互咱每一个要见证主大快乐的人，先经验到上帝大快乐的恩典伫咱的生命中。咱会当出去，诚做福音的出口甲通路，互更较侪人听见福音。有一个故事，伊安尼讲。有几下便当互上帝烧钱啊？到底倒一个便当上好食，佮卖上介济？一开始就福良便当就讲啊，我的排骨互卤甲少好食的，逐工要排队的人足济哦。凊彩一工吼500个便当拢无问题啦。当福良便当讲了后，粉几号的便当，互家己粉几号的便当，马上讲。你算啥物？我的鸡腿毋遮芳，食了吼，喙拢芳讲啦。
大家食过了吼，大概若是有机会来到奋起湖吼，一定会过来买啦。所以我逐工吼700、800个便当吼，一时啊拢嘛卖了了啊。即马地上的便当听了也不好讲，拜托拜托，恁要安怎甲我比啦？我地上米毋则是遮好食，而且每一粒米拢是安那电脑拣的呢，是用上好上赞的米来做的呢。大家拢烧钱要来买，我一工1000个便当，哎呦，小 case 无问题啦。所以大家咧互相挤来挤去的时，忽然有一个便当真细声讲，歹势啦，我一工会当卖几啊万个便当。这是福隆奋起湖地上便当，马上讲几啊万个，哪有可能？安尼毋是要摆个落长？你甲人骗啊！结果呢，你的名阮拢毋捌听过啊。结果迄个便当真细声讲，歹势啦，我就是迄个小七便当啦。恁知影小七便当是倒位无 ？7-Eleven 就是便利超商的便当啦。你知影无？我逐工吼便当卖几啊万个便当出去啦。兄姐，一年中间，咱人可能无几间的机会会到伫福隆、到伫分起湖，还是到伫地上去卖便当来食。总是伫规个礼拜中间，我请问咱，你去过几遍便利超商？你到几次？一礼拜中间？为什么你真容易到伫便利商店？因为通路的关系啊。3步一家店，5步一家店安尼。所以，亲爱兄姐，咱的教会伫即个所在，咱的牧师也伫即个所在。咱要叫别人来教会，有当时有困难呐。搁要叫别人来教会听牧师讲道，有当时嘛真无容易。总是当咱每一个兄姐，咱对教会行出去，转到咱的工作的场所，转到咱的学校的生活，还是讲转到咱的社区、咱的朋友的中间，面对咱的同事、朋友、咱的亲人，咱要甲伊分享福音的机会，就会变做真济真济。因为咱就是福音的出口，迄个通路。咱就是福音的便利商店啦，甲比仔人讲，咱是福音的出口啊。所以人毋免坐火车，毋免开车用几啊点钟，走去福隆，走去奋起湖，走去地上，因为咱着甲因做伙啊。所以生命的改变，就是要反映耶稣基督的光伫咱的身躯，是传福音上好的见证。早期的台湾人，伊拢讲基督徒是要去听道理的人，基督徒是要去听道理的人，所以表示基督徒是一个受教的人，愿意生命不断改变学习的人。兄姐，咱的主耶稣，伊是互用喙看袂到的迄个道加做肉体来到咱的中间，互咱会当真实经验到。这个信仰的真实，甲耶稣基督就伫咱的身边，迄个真实。所以咱无应该食做基督徒久了后，咱互耶稣基督迄个道成肉身的信仰，变做肉身成道，互别人看袂到，也体会袂到的信仰。咱是要将基督教的信仰落实伫咱的生活中，展现出来，互人看见咱是跟底耶稣的人。是耶稣的学生的人，祈求上帝垂看咱，互诚做伊福音的使者，同时也互咱确实知影，咱受呼召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出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今仔日主耶稣，咱的上帝要阁甲咱讲，去为我发光，为主发光，愿主赐福咱。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献上感恩，因为你互阮会当食做你的囝儿，阁互阮当领受你的大使命。就只是阮恳求你来帮助阮，当阮看见也知影，阮就是迄个福音的出口甲通路的时，阮也是你福音的使者的时，
主求你毋若感动阮的心，会当为着宣告，献上时间甲金钱。搁较重要的是，互阮会当愿意时时食做福音的出口甲通路。主啊，阮只是要搁一摆对你讲，主求你垂听阮，互阮的信仰落实伫生活中，时时发现你奇妙的作为伫阮的生命内面，食做你福音的见证人。主，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请咱继续起来吟上言511首。阿乐上帝至高至尊。愿你领受主的光，转到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的所在、你的生活中间，为主来发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叹、信心的馈赠，甲恁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密道社阮共受垂肯。